即係你譬如以淡馬錫為例咧，新加坡淡馬錫為例，佢會持有好多即係政府嘅一啲戰略性企業嘅資產。咁個好處咧就係喺香港嘅情況咧，即係我哋因為成日都話小政府不干預政策，咁政府要推一啲新產業嘅時候咧，就往往好尷尬啦。譬如講六大產業，咁政府又話我唔可以自己投資嘅，由市場主導咁樣，咁結果你政府唔投資又冇商人會夠膽行先一步噶嘛，結果就係啦，個經濟轉型一路都搞唔到。咁但係如果我哋有一個主權基金咧，除咗話增加個收入之外，另一個好處咧就係佢可以代表政府係去投資一啲新興嘅產業，係促進個經濟轉型嘅。咁呢一個係另一個好值得去討論或者考慮嘅地方咯。淡馬錫真係持有一啲呢啲咁嘅唔同嘅行業產業嘅。其實唔單止淡馬錫嘅，全世界個嘅主權基金咧，佢都唔會淨係話買股票啊、買債券、買商品嘅，佢都會揀一啲即係有潛力嘅企業咧進行投資，尤其係自己國家嘅一啲戰略性企業。咁香港其實現有政府都有啦，佢譬如地鐵啊、機管局都係政府全資擁有啦。咁其實可以就係將呢啲各方面嘅產業即係集中埋，由呢個主權基金去管理，再加投資一啲譬如六大產業嘅新興產業，咁結果就可以幫到香港打開而家嗰個經濟可能嗰個結構比較單一嘅問題，咁啊經濟多元化一啲，各方面嘅就業職位多啲，咁市民嘅怨氣亦都少啲咯。但係教授，你講有完全100%同意，但係我有個擔心啫。因為其實你講緊咧，即係換言之咧，個政府係要好積極咁去推動個經濟發展。咁呢個同好多人講咩？我哋大市場小政府，政府唔好干預市場。喂，呢度嗰個關已經過唔到㗎咯喎。我諗即係而家個矛盾亦都喺呢一度。市民其實對政府好多期望嘅。市民其實要求嘅係一個比較積極介入經濟或者社會各方面問題嘅政府，咁但係我哋而家個政府咧係冇一個思維上啦，或者個執行能力咧係未能夠適應得到呢個情況嘅。咁我哋要諗就係唔單止係主權基金，就係政府整體有冇一個能力去介入個市場，去領導個市場，介入啲社會問題咧。而家佢嘅公務員傳統喺英式政務官底下咧，其實佢係即係服膺於一個即係不干預嘅思維，亦都冇一個干預市場嘅能力嘅。咁如果我哋市民真係希望或者個政黨都要求政府做咁多嘢嘅時候，我哋就要諗下啦。我哋點樣令到個政府有足夠嘅能力，可以干預到個經濟，又唔會做錯嘢咧？咁呢個我相信係我哋必須要喺下一屆特區政府要解決嘅問題。即係其實除咗主權基金之外，另外一啲譬如好似新加坡嘅一啲所謂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佢嘅經濟發展委員會有一個規劃一啲產業政策嘅。呢啲其實都係一啲機構可以幫到個經濟轉型嘅。咁香港市民或者係整體社會都唔能夠迴避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如果希望特區政府做更加多嘢嘅，我哋就唔能夠話你做咩干預市場。OK， 我哋大家係有期望噶嘛，咁我哋就要求希望就係政府點樣做得好啲。個問題就唔係話再係拗點解你要干預咧？大家都想干預噶嘛，其實係。唔好咁執着啦。係啦，唔好再執着一啲教條式嘅自由市場嘅即係虛幻嘅教條咯。我覺得其實喺個周邊所有地方嘅政府都做緊呢樣嘢。係啦，全世界都做緊。譬如你同新加坡比啊，新加坡過去10年嘅發展係好過我哋嘅。係，咁呢個好清楚。係，咁就但係第一樣要打破咗個思維先，咁先有得諗。唔好攞個金工叫佢箍住自己，結果咧就諗啲嘢，諗唔開。係，咁啊，仲有10幾個月睇下，唔知諗唔諗得開啦。希望得㗎，其實好聰明嘅。係冇錯，好多謝佢。好，咁啊多謝阿 Lawrence 同我哋一齊傾下，亦都唔該晒即係阿方志恒啊。我哋新聞翻嚟之後有綜合評論嘅，唔好行開。